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us, you guide us, you live right. 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吼，咱准备先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来吟会情诗。我
来啊，等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。请咱议员徛伫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宇宙仔。我是耶稣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几粒岛前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来做。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感谢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的赦免，绝对的保护，永远的大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启用，启用问题啦。启用问题6篇。好，我来启，请兄弟做伙来念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咱做伙下头来祈祷。阮是顶天的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，互阮来生活、来管理。感谢你赏赐天下万物，互阮饱足，无得欠缺。感谢你差遣圣囝耶稣基督为阮赎罪，
永远做者。感谢你赐乐圣神陪伴安慰，因带甲扶持，互阮人生有依靠，无得到孤单无伴。感谢你，毋但伫地上有阮脚骹的所在，阁使阮将来永袂败坏，永远享受安乐的祖家。但今仔日，阮要关心客家宣教中会，为因来祷甲奉献。阮知阮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，前后来甲即个岛屿的族群真济。同早的原住民，到伫400年前的河洛客家，到伫二次大战了后，中国特性复杂的族群，甚至最近这几十年来，东南亚的新住民，这会拢是阮的兄弟姊妹，总是因为人的私心甲罪性，互阮看见台湾历史中，因为无相款的族群，造成真济的下达甲烧台，对原住民甲汉人的冲突，河洛甲客家为着地盘甲政治的利益伫相拼，外省人为着因的政权，用政治手段管辖所有的族群，这个拢是过去所发生的。但阮现今的社会，无相款的族群，也是有无相款的理念甲政治立场，造成阮现今社会真济的冲突甲问题。阮知要拍破即种的隔离是非常困难的，总是恳求你，互阮会晓用仁爱互相宽容，用喜乐互相接待，用和平互相往来，用忍耐互相包容，用温慈互相陪伴，用怜悯互相帮赞，用良善互相扶持，用信实互相劝勉，用温柔互相分享，用节制坚守彼此的关系，互阮台湾逐个族群拢会当和平相徛起，做伙为即块土地来打拼。阮来祈祷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迄时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世上万事拢有定期。
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章14节到15节，台语汉字本伫171页。171页，台语汉字本。罗马人书第1章14节到15节。14节，无论伊利人也是凡人，聪明的也是愚妄的，我拢欠因一切。所以在伫我拢便要用福音宣传，互恁踮伫罗马的人。讲到大德康牧师今日带来的题目是为主的客家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我是叫做赖德清大德康牧师，我是客家中会总干事。我的名甲迄个赖清德足像的啊，赖清德，我赖德清，安尼足好记的吼。感谢上帝。今日咱的题目是为主的客家，为主的客家吼，我将今日圣经再搁读一摆吼，华语的部分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咱注意听这句，情愿尽我的力量。我用刻意吼。因为无论对马家人、迄文明人，也迄盲开发家，迄聪明人，也迄愚妄家，我拢总欠其人家债，所以我迫切爱将了福音要传本地人在罗马家人。这是刻意吼，这是刻意，这是刻意吼，是台湾话啦吼，刻意。我问恁讲，你听有无啦？吼，你听有无？你就是你啦，听就是糖啦，你糖的什么？你听有无啦？你讲爱啊，就是我吼爱糖的事，我听有爱糖的事，我听无你就讲爱糖毋是，爱糖毋是，所以安尼起到有真困难，无啦哈，无介困难啦。咱今日咱讲，无论什么种人，聪明的、愚妄的，我拢欠伊福音的债。而且保罗讲的是讲，我欠福音的债，哪亲就欠人钱共款。我欠人的钱哦，我咱着爱还人的钱呢，无咧按时困吼，咱无平安啦。所以，迄个迫切的心，哪亲就欠钱还钱共款啦。因为保罗确实即个福音的开力，要互人得到迄个丰盛的生命，伊有迄种的确信，所以伊就讲：我要行即个福音的债，将即个福音来分享予搁较侪人啊。保罗伫遐伊传福音的态度，第一，伊对罗马的人特别有亏欠，伊家己是罗马的人嘛，所以伊心内对罗马传福音特别有亏欠，伊心内有重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台湾人嘛，咱是台湾人啊。咱今仔日住伫台中啦吼，咱是台湾人，咱是台中的人，咱来对咱的所在，上帝手术互咱徛起的所在，搁较侪的重担。
有些人讲要去种非洲咧传福音，无啦。我讲上要紧的是你徛起的即个台湾即个足水的所在。第二是尽力尽本分，内底我有读即个华语的圣经吼，足清楚。伊讲我情愿尽我的力量。所以咱传福音是尽咱的开力，毋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，咱毋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。咱是尽上帝互咱的恩典恩赐，尽咱的本分来传福音。所以咱毋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啊！啊，咱伫主要说有讲过一个譬如吼，讲到一个萝卜甲主人的譬如啦吼，讲一个主人。咱伫即个马太福音讲，一个主人吼，迄个萝卜5000两银、2000两银、1000两银，互因去拍拼，这就是伊互伊的恩典啦。照去安尼，这恩赐去拍拼，迄个5000的吼，搁趁5000啊；迄个2000的嘛，搁趁2000啊。迄个1000的吼。摕着1000个萝卜吼，甲迄个土甲挖好开，甲迄个温树甲抬咧，甲迄个1000甲抬咧啦。当主人转来是5000、2000，搁趁2000、趁5000互主人，主人就讲你是良善搁忠心的萝卜。讲迄个1000个吼，甲迄个土挖好开，甲1000个还主人，你看我拢还你啦，你互我的我拢还你啦。照上帝互咱的恩典，咱甲藏起来。主有一工记主的是讲，我拢无用着啦，我无啦，我拢无用着。讲还主人啦，即个恩典甲恩赐拢还你啦。主人讲你是笨蛋的萝卜，你真笨蛋咧！我互你的，你安尼拢无好啊用啦，你真笨蛋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传福音照上帝互咱的恩典甲恩赐，甲尽咱的本分来传福音啦。咱免去做咱做袂到的，咱就。照上帝互咱的来回应主。咱今仔是客家宣告主日吼，客家是啥物意思啊？客家是一个族群，经过战争、风土生存，甲其他的族群征战，离开家乡，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，伫遐徛起落来，伫遐客家诚做伊的名，客家诚做伊的名。客家互人叫做客吼，是因为比原住民。甲荷兰人较慢一点点来台湾啦，慢一点点就变人客啊，慢一点点就互人讲是人客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伫上帝的家拢无人客啦。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三个敬拜上帝，拢是咱上帝的家一份子，拢是咱的兄弟姊妹啦。所以伫咱的中间，无人是人客，拢是主人啦，拢是上帝的家的一份子。我想讲，咱用一点点仔时间，过来认捌客家的文化。然后咱检查会讲，客家足遥远的，迄是啥物物件啊？所以咱就用一点点仔时间，过来熟悉客家。客家的文化，咱拢伫客家文化内底。台湾是多族群的文化。其实咱拢咧食客家的物件咧。咱拢定定食客家的物件，客家的物件有一个特色吼，伊足芳的啦，味足重的啦，食一点仔菜吼，就食足侪饭的啦。因为客家人是足勤俭，足骨力的，你食一点仔菜吼，做足侪工课安尼吼，就爱有气力。我有一摆吼去迄个内埔吼，屏东的内埔做人客，透早起来，煮几道菜，佮食饭啦。我讲安那无食糜，伊讲食糜无力啦，10点就枵啊，所以阮都爱食饭，才能做足侪工课。所以咱就知影客家吼是一个足务实吼，就勤快伫遐做工课的一个族群吼。所以客家的菜吼，伊就是味真重啦吼。咱台湾吼原来咱拢无食迄个北来啊，咱荷兰人无食北来啊。迄个肠啊，若倒人淡掉，吼，咱食肉就好。咱客家人即个客家人吼，我现讲安尼足讨济啦，咱就来甲料理看卖啊咧。所以即个肠啊、倒拢啊摕起来料理，哇！即马料理到足香的，足好食。即荷兰人讲，安尼真正安尼煮嘛是真好食，所以咱即马嘛，咱荷兰人嘛拢食迄个北来吼，煮即个物件拢煮甲足好食。好，咱来看者吼，酸菜猪肚汤。我甲恁讲，这客家菜哦，吼，这酸菜猪肚汤。
康吼，对。梅干扣肉，这嘛是客家菜哦。哦，这都落饭啊，食一点仔肉，食足侪菜吼，食足侪饭。葱爆鱿鱼，伊家己讲客家小炒嘛，对啦吼，就是安尼足侪项甲人做伙来炒吼。好，姜丝炒大肠，哦，迄肠啊，吼，客家人上爱煮肠啊，吼，肠啊煮啊最好食。客家咸猪肉，这是客家嘛吼，所以这嘛是足食足会落饭的，所以这客家菜吼。哦，客家人吼，迄鹅啊吼，足敖煮鹅啊，恁来去客庄参观咯，去客庄佚佗，恁毋通一棍鹅啊，甲你炖哦，咕咕咕咕咕，甲你炖吼，会饲足侪鹅啊吼，鹅油焖笋用鹅啊去用笋安尼足好食吼，韭菜鹅肠吼，鹅啊的肠啊煮来上好食就是客家啦吼。所以这种客家的菜哦，这肠啊吼是爱足细心，爱煮个足清，洗个足清气的。客家人的妇人家吼，妇人家足够啊足骨力啊，做啊足好的吼，对。客家擂茶，客家擂茶也是因为客家人吼本来厝内足剩一点仔茶叶啦、红豆啦、绿豆啦、土豆啦，这一点仔一点仔，安尼荷兰人吼就甲淡掉，迄点仔物件做无工课淡掉，客家人讲安尼足讨济呢，拢甲捡起来，甲研做粉吼，泡滚水搁食落去，安尼嘛是真好食，足营养的吼。啊，拄啊开始吼是啥物货拢甲研做粉啦吼，到尾发现讲哦，这2分、这1分、这3分，安尼合起来吼，迄味安尼较好食。所以就变成黄金比例啦，即摆叫做碧亨哦，吼，即摆就叫做碧亨。所以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拄开始做的，所以叫做客家擂茶。你们即摆大家拢咧食，啊，这是安怎你？因为这硬吼，台语讲擂啊，吼，硬，足忝的。即摆咱拢有机器，因做咱有手来硬，好累哦。所以擂茶就看这统一嘛，好累的茶，足忝，硬吼。所以客家擂茶的制作精神吼，这是伫客家来的吼。好，土豆油是嘛是咱客家的前辈发明的。土豆吼，发现讲用石头甲拧落去吼，迄油走出来足香的，拢炒菜的吼。所以土豆会当做土豆油。啊，我用石头吼，就爱圆吼，较好拧啦。啊，圆那亲像车轮共款，所以叫做油车啦吼。就讲咱的客家的先民讲，迄是油车啦。所以土豆油吼，咱客家的先辈所发明的。好，客家的吉啊。吉仔地吼，咱去客庄讲吉的，就是客吉仔吼，咱客家人就爱食吉仔吼，这吉仔洋洋美浓，食了会水吼，唱歌嘛就好听吼，这是客家的吉仔，我记得差一个时间啦。客家橘酱橘茶吼，对。客家花布，我今日早做一块客家花布，互恁看，这块是上传统的客家花布，上传统上古老。即摆这10几年来，政府讲迄油桐花吼是客家的花啦。政府讲这油桐花就是恁的花，你看恁遮足侪油桐花，所以这油桐花是政府发明的啦吼。伊讲这是客家花，所以咱即摆做者客家花布是油桐花来去做的，啊，这是上传统，啊，这是不同的颜色，但是上古的是这块吼，啊，这是小可变吼，就是小可变吼，这拢是客家花布吼。客家花布咱客家的小姐吼，洗尾足够提衫做衫，吼，啊，这客家花布吼，底下就是讲，这安尼。本来开始吼，一点啊，甲填做伙吼，嘛个会当用，咱着欠嘛吼，一块破去的，总个填填嘛是个会当用，迄拄开始嘛是足欠的，毋过即摆吼，迄叫做天的甲布几啊地填做伙叫做拼布，叫做贴布，即摆叫做艺术哦，吼，即摆是挑工的来艺术吼，所以啊，这是客家花布哈，这拢是客家花布哈，客家花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台湾的文化是客家的文化，甲原住民文化，甲河洛的文化合起来叫做台湾的文化。客家的文化甲台湾的精神是客家的精神，甲河洛的精神，甲原住民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。哦，台湾的精神内底有客家的精神，有河洛的精神，也有原住民的精神。那客家的精神内底有一个核心的部分，核心的部分就是应尽精神、硬强。硬强的意思就是坚持、坚定、努力、打拼、吼勇敢。我想这种的精神伫台湾，咱今仔日台湾拄着足侪困难啊！咱今仔日台湾有真侪困难，不过咱台湾的精神内底这种客家的精神，这种勇敢嘛，勇敢向前行啦，吼打拼啦，奋斗，这种客家这种的坚定坚持的精神，是咱台湾精神内底一个真宝贵的部分。
咱要用即个台湾精神内底客家精神，咱伫遐要勇敢来向前行。哦，我伫遮有讲应尽精神，忠义勤俭适应力，敬老尊贤，刻苦耐劳，坚持打拼，坚定奋发，这就是硬强的精神吼。咱客家的精神，是咱台湾精神内底足宝贵的部分啊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，咱是安怎要甲客家人传福音？客家就是客家，吼 ，HAKKA 客家。咱是安怎要甲客家人传福音啊？咱就讲和乐就好啊，台湾人就好啊，咱就爱是安怎讲甲客家人传福音？我甲大家来三角来思考。第一，客家人需要上帝的丰盛的信仰，需要对天的迄个属灵的丰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客家人是非常的欠啊！你熟悉客家人，你甲想看卖啊咧？你熟悉客家人吼，伊可能比你较好掠啦，伊可能是比你较有钱啦，毋过伊嘛是足欠的呢。伊嘛是足欠的啦，伊就明明比你较有钱，安怎阁遐尔欠？因为伊的血液内底 DNA 吼，迄个 DNA 甲伊讲爱欠啦，伊血液内底 DNA 讲爱欠啦，所以你熟悉迄个客家人吼，遐有钱，阁真哩欠呢。啊，因为迄个历史的阴影，过去啊，客家人互咱河洛人赶去迄个偏乡的所在，土地真贫瘠，所以呢，即顿有通好食，后顿毋知有通好食无？即顿有通好食，后顿毋知有通好食无？所以就爱较欠的啦，爱较欠的，佫非常无安全感呢。但是今仔日明明都已经遮尔好野啦，过甲遮尔好，所以迄是心内的阴影，是心内的无安全。迄是属灵的送向啦！今仔日咱伫主的内底要将主要所迄个宝贵的福音，就是迄个安全甲属灵的丰盛来分享给客家人。伫主的内底，伫遐得到接纳上帝，要将迄个宝贵的丰盛分享给客家人，免阁惊啦！我足惊，足惊，因为过去互人吞打，真枵吼，拢无通好食。迄个过去的迄个阴影伫遐要改变，只有福音会通改变。第二，上帝守护的平安咧，改变客家人啊！你去客庄参观咧，吼，你去客庄参观，发现足侪迄种庙呢，迄庙顶嘛写陈罗厝，迄庙毋是拜神明呢，是拜祖先呢，迄叫做宗祠啦，迄毋是庙啦，迄是宗祠，就是咱规个村呢，对个里咧，咱规个所有的即个咱规个区的，咱的共生祖先，咱共生祖先拢总做伙来拜，咱就来拜祖先呢，咱的祖先就甲伊当做神明来拜。因为吼，咱日子过了无平安啦，就咱的祖先会甲咱保庇，望咱的祖先甲咱保庇。所以伫客庄你有看到即种的宗祠哦，但的有迄个宗祠，里面嘛有宗祠，姓张的嘛有宗祠。迄个宗祠是因为望甲祖先伫遐得到祖先的保庇，所以每一档拢真盛大来举行即种的祭拜的典礼。但是今仔咱要讲。各位乡亲啊，今仔日主要说已经要保庇啊，主要说要保守你啊啦，所以咱的祖先啊，毋免咱家己互伊饲、互伊食、互伊穿。咱信耶稣上帝要保守咱的祖先有真水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上帝互伊真水的所在安息。咱嘛要对主内底得到平安啊，所以咱来将即个宝贵的福音要分享给各位乡亲啊。咱来信耶稣，咱要对迄个主耶稣要互咱对迄个惊吓、互人困难、无平安的心内底透放出来，也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，要将即个宝贵的福音来分享给咱的客家的乡亲啊！吼，咱免阁早拜暗拜安尼一直咧拜，咱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啊！所以客家的乡亲是非常需要上帝的福音啊！主耶稣会拯救的福音。第三，生命传承的祝福，咱的客家的乡亲非常需要生命传承的祝福。咱有去过美浓这个所在，美浓高雄美浓这个所在，有一个进士街，永安街叫做进士街，因为出足侪进士甲状元。这个客家的所在吼，咱这代过了无好，互了人欺负，所以咱就爱将咱的精神拢栽培咱的后一代，
互伊出人头地来改变咱家族的命运啦。所以呢，客家人是将伊的所有精神甲伊的家庭的资源来栽培囡仔。所以，这个美容这种客家的所在，有出足侪进士甲状元，所以用咱这叫做进士家啊，出足侪状元呢。花莲啊，有一个叫做凤林，凤林嘛是客家的100%客家的所在，甲美容共款，美容共款。这个客家的所在哦，讲有一个国小内底教授讲，叫做校长之乡的教师，伫遐排咧，阮即个凤林的所在出112个校长啦，阮即个客家的所在出112个校长啦，阮的囡仔互伊读册。变做校长呢，你看有厉害无？阮客家人有厉害无？啊，因为就是将即个望寄托是囡仔的顶面啦，互伊读册，哦，所以求取功名。客家人的囡仔足够读册呢，你毋通看轻咱客家的乡亲啦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要是安怎要将咱的福音传互客家咱遮的乡亲？因为咱知影伊是重视子孙，但是爱甲伊讲，咱甲伊讲，只有你的囡仔只有伫主的面前，圣经内底讲，主要说讲，将囡仔带到我的面前，我要祝福伊呢。将囡仔带到我的面前，我要祝福伊啦。所以这个祝福足水的呢，你就爱将你的囡仔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伊要得到迄个足水的祝福。所以这对重视囡仔的客家乡亲是非常要紧。圣经内底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咱要甲客家的乡亲讲，你的囡仔来到主的面前，伊熟悉上帝，认识耶和华，伊的智慧就开展啦，伊的眼光就看远啊啦。所以这就是咱长辈对囡仔上大的祝福啦。生命传承，你需要上帝的祝福。我想这是对这个重视囡仔的栽培的客家乡亲第一要紧的代志，对上帝得到生命传承的祝福。啊，这是我画一个图吼，咱台湾吼，咱台湾有真侪族群吼，这个咱台北有七星总会啦吼，我甲画一个七星山啦吼，咱台北七星，咱规个桃竹苗、桃园新的苗栗足侪客家的乡亲咯，拢总。我住伫关西吼，客家中会事务所伫关西。关西你甲问讲，迄在地人，你甲问讲你倒位的人，伊讲关西，安尼伊就100%的客家人哦，100%，除非是外地迁入来，除非是外地迁入，或100%。所以即个新竹、桃园、苗栗一大片拢是客家人啊吼。啊，咱南部有即个卢凯、排湾，所以我讲有足侪族群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。咱会宣告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宣告，每一个族群拢是共款要紧的，每一个族群拢毋通失落啦。我用即个圣经再来譬如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，请你用你的衫巾来遮看我，因为你是我的近亲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的近亲。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的近亲。这是路德记，路德甲波阿斯讲的话。今仔日咱台湾的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啊，其实原住民过去咱足久以前，数十年以前，咱对原住民有较亏欠，咱做了有较少，咱伫各方面咱拢做了有较少。毋过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政府还是教会。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，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对原住民的语言、甲文化、甲宣教的帮助，拢非常的多。我感觉非常的好，因为咱过去有所亏欠，但是我感觉伫客家甲河洛的语言甲文化，咱做了无够。好，客家甲河洛的语言甲文化，咱做了无够。伫宣教顶面，咱对客家的宣教的协助也是无够，所以我望咱会当搁加做一点嘛。除了原住民以外，咱搁加做一点嘛。咱伫客家甲河洛，咱嘛是通搁加做一点嘛。特别伫客家的宣教，咱真弱，所以咱会当搁多走一里路，搁加行一段路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教，那亲像迄个拼图啊。迄
迄个拼图都爱逐地拢甲放落去，才会水呢。即个图啊，才会水啊，毋通减一角啊，减一角无焦层，袂水啦。啊，我画即张图吼，我毋是画家啦，毋过我的意思是讲，咱有一个客家心。咱中间当然有人讲我毋是客家人，这甲我拢无关系啦。毋过我甲恁讲吼，咱有一个客家疼客家的心，疼客家灵魂的心，咱有一个疼的心，疼客家的心。你有这个客家心，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，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。所以咱拢是啦，咱拢是。我搁直接甲大家分享，为什么咱讲咱欠客家福音的节？为什么咱讲咱欠客家福音的节？我直接甲大家三个来分享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吼，咱2022年的咱的教会仪表，咱的本地教会有757间，咱的原住民教会有540间，咱的教会数拢总1297间。咱的本地教会内底有包括和乐甲客家啦，和乐757间内底有包括和乐甲客家啦。咱来看吼，即个甲凤林啦、台东的池上啦、屏东的内埔啦、德产啦、新竹中华、中立啦、东势啊，即个拢甲加落去，算20间啊，甲算20间客家，伊其实拢是本地教会，甲算20间。啊，咱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，安尼加起来算起来是40间，算起来是40间。毋过咱的和乐教会有717间呢，咱的原住民教会有540间呢。所以，伫台湾的族群人口来看，咱是欠客家宣教的节。用台湾族群人口来算，咱是欠客家宣教的节，就是客家的教会太少了啦。是安怎这么少？咱甲和乐教会比起来，咱实在是真少；甲原住民教会比起来真少，是安怎会这么少？咱的人口统计啊，咱台湾哦，5个人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哦，1/5，5个人你甲看，5个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，咱有400万的客家人，400万啊！你讲无啦，我拢毋捌看，来哪有即种人？我甲你讲，伊就秘伫你的身边，伊拢无甲你讲伊是客家人，客家人上后秘，伊拢无甲你讲哦，我哦。有诶去教会，拢有人偷偷甲我讲，我是客家人，牧师，我是客家人。我讲，恁牧师敢知影你客家人？伊讲无，我拢毋捌甲讲过。客家人足够比诶吼，伊就是伫你诶身躯边啊。客家人占台湾人口8%，是台湾的第2大族群，但是信主的人口只有6/1000，1,000个才6个尔，那遮少啦，那遮少。好，咱来看咱的教会吼，咱来看咱的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，即桃竹苗这个所在吼，伫桃竹苗吼，对，客家中会的教区是桃竹苗啦吼。桃竹苗有20间的客家的教会，新竹中7星中会有89间，台北中会99间，新竹中会53，台中78，中嘉义75，台南85，这是咱的教会数。客家中会佮讲一摆是20间教会，咱的寿山74，高雄66，屏东41，彰化43，这是咱的教会数。所以，咱的教会咱的客家中会是安怎？佮只有20间教会尔，是安怎这么少啊？咱拄仔看寿中佮高雄，这拢是高雄有2个中会，台中嘛2个中会，台中彰化。台北嘛2个中会，台北7星吼，拢是2个中会。客家中会1个中会尔，但是只有20间教会，因为伊今晚才开始啊。咱的7星甲台北中会吼，前阵仔庆祝70周年啊。有一届吼，前阵仔阿美族中会寄一张邀请卡来，互阮的中会讲，请你派员来参加，阮要举行90周年。90周年哦，比即个甲台北更较早，原住民会宣告这么早就开始哦。阿美族群中会是3个中会呢，阿美、西美、东美，阿美有3个中会呢。佮前阵仔佮台湾中会来一张邀请卡，讲阮要庆祝60周年，请恁派员来参加60周年啊，台湾60周年吼。客家中会到底是偌久啦？只有15周年啦。
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用客家族群做宣告的主体，只有15周年啊。咱就是15年才想到了，咱才想到讲，咱爱做客家的宣告，咱渐慢才开始啊吼，咱原住民渐早就开始啊。咱的中会世界几周年了？寿山中会是50周年啊，中华中会是53周年啦。1930年，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台中拢总升格做中会，拄开始是区会升格做中会，设到92周年。我搁讲一摆，客家中会设到只有15周年。15周年实在是想来足短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15岁少年家，15岁少年家还未大财啦，嘛无啥物财产，大学还未去读咧，还未啥物财产，啊，身躯嘛还未大财呢。毋过吼，你若互伊营养哦，甲伊栽培啦，甲伊造就，甲伊牵成啊，啊，伊嘛会大汉呢，伊嘛会臃肿起来，有一天会成做咱的瓦壳。哦，客家中会，咱家扶持、家帮衬、家牵成啊，互伊营养，伊就会臃肿，会大汉。有一天，伊嘛会成做咱的瓦壳啊。啊，这是2222年吼的经商会的明示表。经商会什么意思？咱的教会，咱笃行教会，咱规年咱的兄弟姊妹的奉献，咱兄弟姊妹奉献就是咱的教会一年的经商会的收入啊。经商会的收入，那像咱的中会呢，咱台中中会所有的教会的经商会的收入加起来，就是咱台中中会的经商会收入啦。啊，这是各中会经商会收入哦。你看，我知影你那咧看足花啦，无输安尼有够花，我目睭拢吼看无戆吼，雾啦吼。啊，这是负担金吼。好，我安尼甲咱简单甲咱吼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名的中会是七星中会，就是讲伊的经济上好啦。七星中会89间教会，伊一担第一名是3亿2千万，伊的所有兄弟姊妹的奉献是3亿2千万，89间教会。咱倒数第3名是屏东中会，屏东中会倒数第3名哦吼，1亿1千万，哦，所有屏东的兄弟姊妹的奉献加起来。倒数第2名是东部中会，东部就是花莲啦，甲台东合起来是东部中会，7500万。倒数第2名啦，7200万，500万。倒数第1名啦，我嘛是第1名，毋过倒数第1名哈。客家中会，客家中会3400万是倒数第1名，所以因为较慢开始，教会数少，啊，教会较细间，还未发展足大间，所以只有3400万是。来，客家中会规年的经常会收入，我甲大家讲吼，其实吼较少嘛无要紧啦。过去咱做送香吼嘛无要紧，因为过去客家的所在吼都送香，也无啥物通好做，咱就毋通做啥物代志，无钱咱就莫做代志就好啊，无要紧。毋过今仔日无共款，客家中会的教区即个桃竹苗的所在，过去穷乡僻壤，即卖欣欣向荣。过去吼，即个草地所在吼，啊，拢送香的所在，即摆欣欣向荣啦吼。对，桃竹苗的所在，房价地价节节高涨。过去风高压外的所在，变做即摆是众所瞩目，兵家必争。就是桃竹苗这个所在，过去这里风高压拢无啥物发展的所在，即摆已经甲永存无共款啦。即摆所有的教派吼，拢要去遐设点，要去遐设立教会。含庙都要去起庙啦，含庙都要去起庙啦，所以即摆甲真无共款啦。咱来看大台北的人口咧减少，全台湾的人口拢咧减少，全台湾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无咧生囡仔，我甲这少年来讲，恁爱生啦，拢毋生，即摆囡仔遮尔少，咱自己拢办袂起来。再爱生个，我即摆甲大家拢甲鼓励咧吼。全台湾的人口都在减少呢，这是事实。不过新竹、桃园的人口竟然增加了，桃园的人口2022年增加19772人了，台北市的人口减少42623人，2623人，台北市的人口减少了，桃园的人口增加了，全台湾的人口都持续的负成长，但是科技园区的房价居支撑啊，就是讲全台湾所有的所在。拢人口拢负成长，人拢变少，但是
但是内政部人口统计吼，伊讲台北市吼，因为安尼佫减一个副市长，啊，着人较少啊，副市长减一个员额啦。毋过呢，桃园、新店、苗栗竟然是呈现正成长，伊的人口是呈现正成长吼。啊是啥怎？难道桃园、新店、苗栗的人较好生囝吗？因较好生囡仔无啦。今仔日是因为桃园新埔高铁、新竹高铁、台积电、新竹科学园区带来100间的上下游产业底下，带动迄个所在发展，大批的大台北的人口拢走去遐上班，这少年人拢走去遐上班啦，啊，拢是高收入人口，所以遐个所在无共款啦，遐个新兴社区遐人口一定1万，啊，底下甲永顺无共款啦。所以全台湾的人拢看去这客家的所在，这个客家乡亲聚集的所在，甲永顺无共款啦。毋过各位遐个姊妹，咱看毋是要去看迄个前景啦，咱毋是咧看迄个钱钱，毋是看讲哦厝起价哦足好诶呢，哦趁钱趁足济，毋是咱毋是要看这个，咱要看去的是即大片的客家的发展，咱是毋是要去遐宣告？咱有要去宣告无？我们要为主得客家，我们要为主得客家，因为所有的外教派嘛看到，因拢要去遐设点啊，拢要去设点，无一个基督教的教派无要去德北设点，无一个无要去德北设点，无一个无要去迄个科学园区的所在设点。所以今仔日咱也是为着主，咱爱看去，咱爱去遐做宣告的工作。宣教进弥陀谷、锣鼓、桃竹苗空旷的地方，迄个空旷的所在教会足少的啦，永顺都无需要设教会啦，遐就无啥物人，啊，拢足松香的，无人要去设教会啦。毋过今仔日各宗派抢先插旗，逐个拢要紧抢啦，要去遐设点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若无做，咱将来一定后悔啦。今仔咱若无做，咱将来一定后悔啦。为了就咱要得到客家，我们要赢得上帝国的产业，我们要赢得上帝国的产业。客家中会是这么小中会，毋过上帝已经交托阮一个伟大真重要的宣告的使命。伫8年来，阮开拓伫迄个苗栗的头份开拓得胜教会，得胜已经独立，已经2礼拜就独立啦。啊，阮搁伫桃园的平镇开拓平安镇教会，平安镇还未独立，平安镇还未独立。今年要拍算要开拓琼林教会，琼林教会吼，今年拍拓来开拓琼林教会。啊，即间厝吼，阮即摆已经买起来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过去吼，拢想讲用租的就好，租的较轻松，会当开始较轻松。毋过租的吼，3档5档了吼，迄厝主讲。要甲你起价，要甲你起价。啊，咱吼这拢用好啊，咱拢用好啊。啊，伊啊倒啊拢照这尺寸拢用好啊。结果伊讲要起价，哎，即摆是要安怎？吼啊，有诶厝主讲我要收转来，我即摆阮囝要结婚要大，要创啥？哦，安尼即摆是要安怎？安怎拢袂安心啊。所以即摆吼，咱决定一开始就甲买起来，一开始就甲买起来。这个庆林吼，这个所咱一开始就甲买起来，这一开始甲买起来，即摆咧装潢啦。即摆咧状况吼，咱签约交予是1310万吼，这无包括装潢的费用吼，无包括透天2层87平，啊，咱装潢好，咱就要开设礼拜，咱就已经即摆中委会已经决定8月初4就要开设礼拜吼，咱要开设礼拜，咱买起来是对，兄弟姊妹，我甲你讲，买起来是对，买起来吼，迄外口边仔厝边迄拢一直起价。伊3工5工都一直起价，一直起价，咱已经吼，咱若即摆买，咱已经会当趁300万啦吼，所以咱是甲买起来是正确的吼。啊，咱已经开工，咱进前咱就先开工开始装潢吼，开工装潢，啊，咱拍算8月初4要开设礼拜。对，我伫遮邀请咱逐个吼，客家中会是一间细间的中会，我邀请咱伫客家宣告开拓的时间有分伫天国的投资。我毋茫有一拍电话是你家己点倒的，我毋茫有一片饼是你家己油菜的，我毋茫有一块庄仔糕是你奉献出来的。我搁一下讲，我邀请咱逐个伫客家的宣告开拓的时间有分伫天国的投资。我毋
嘛有一拍电火是你点倒的，嘛有一片饼是你油菜的，嘛有一个庄仔角是你奉献出来。咱投资咱就趁机会，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的，客家灵魂的投资会当互咱行福音的者，互咱遮这福音公司的股东嘛。客家宣教中会有20间教会伫宣教的时间顶面，我邀请咱三角行，20间教会实在是真少。毋过若准有你三角行，阮就无孤单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尽一点点仔开，咱照上帝，互咱的恩典，互咱的恩赐甲开，咱尽一点点仔开，咱的教会就要起造起来。咱逐个人拢出一点仔开，咱的教会就会起造起来。因为地方的繁荣甲展望，上帝互客家的所在空前的宣教的机会，这是空前的宣教。咱过去毋捌想过桃竹苗的所在，即摆发展到这个程度啦。这是上帝互咱的机会，这一群这高收入的这青年的人口伫遐就业，这个精英伫迄个所在咧上班，咱无去宣教嘛，咱爱去宣教，所以请你做宣教的勇士来支持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的辛苦哦，我想讲吼，咱台北有7星台北中会吼，这个台湾的地理，那亲像这个头部啦吼，头，那亲像领袖是真要紧哦。我讲咱台中南部，咱中南部好像咱人的身躯啦吼，咱的身躯北长骹手吼，拢足要紧的呢。咱身躯爱臃肿，咱的骹手北长拢爱臃肿，嘛是足要紧的。毋过我爱讲，咱桃竹苗的所在，咱桃园新店苗栗吼，那亲像是人的心中的所在。这个地理那亲像人的心中的所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心中就爱用，心中就爱用，人才有活力啦。我相信上帝借着咱桃竹苗的所在，宣教的时间来带动，要祝福咱全台湾的教会的宣教的时间，咱全台湾的教会甲中会伫遐嘛要受到祝福。所以上帝能用圣神的规律，要借着桃竹苗的宣教的复兴，也要带动祝福咱全台湾的教会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血浓于水啊！400年来族群融合，所以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咱免伫遐咧讲，你是偌济100%，180%这100%的客家的血统有啦，咱拢有血统啦，因为咱的族群融合400年来。但是我讲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啊！我爸爸是客家人，我妈妈是荷兰人吼，所以我讲咱是族群融合，血浓于水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想讲吼，你讲迄客语我拢听无来，毋知你讲啥，我听拢无。我甲你讲，客语是台湾话，毋是外国话呢。客语是台湾话，毋是外国话啦。所以我吼足用简单的甲咱披露吼。你讲迄英国人学美语，美国人学英语吼，足简单，因为因是同一个字根啊，因共一个字根啊，含西班牙语甲英语、美语嘛拢有相关，因是同一个字根啊。但是咱台语甲华语吼、客语是同一个字根啊，拢足共款的啦。我讲咱中昼食较足澎湃，足澎湃是台语呢，客语讲按澎湃呢，按澎湃呢。这是客语哦，吼！我讲食饭无？你食饱无？食饱无？伊讲吃饱无？吃饱无？我食饱啦，哈！你身体健康哦，身体健康哦。客语讲身体康健，身体康健哦。你讲真欢喜啦，伊讲动欢喜，该欢喜，这是客语哦，动欢喜，该欢喜。咱讲这个字眼，你嘛是看有。少年家啊，伊讲细阿哥的，细阿哥的是少年家呢。细妹的，我即句话你拢会晓讲呢。细妹按讲哦，小姐你足水的哈。细妹是小姐，细妹按讲，小姐你足水的。毋过细人的是囡仔的，细人的是囡仔啦吼。伊讲安子细顺梦里，这恁会晓哦吼，这是多谢。毋过感请多谢嘛是多谢，感请多谢嘛是多谢。所以我甲大家讲，客语吼是台湾话，毋是外国话啦。咱拢会加减学一寡吼，咱客语是咱的话呢。13年前，
我的先生师长伫迄个国道3号的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，13冬、14冬，时间过得足紧诶，已经过遮尔久啊。我伫遮要甲大家说多谢，因为师长伫迄个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，伊遮尔久10几年来，我的家庭拢继续来服侍上帝，继续来服侍。这是因为大家听头，大家听头，为着阮的家庭祈祷，所以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。我两个小姐，我有两个小姐吼，我有两个查某囝吼，迄个乐乐，迄个是妹妹啦，迄个 A， 迄个是姐姐呢吼，伊两个差10公分啦，所以妹妹较乐吼。无我甲大家报告吼，迄个姐姐即摆是去年伫新加坡台湾新加坡毕业，诚做伊大学硕士毕业，诚做传道书，所以即摆嘛伫客家的教会做传道书。我直接甲大家报告，多谢大家。对阮的疼惜甲关心，迄个是姐姐啦吼，妹妹还袂结婚，姐姐结婚啦，姐姐嘛是无师娘哈，姐姐嘛是无师娘对。师长走山的事件吼，我的体会就是咱的人生足短，人生足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足短，咱会当互上帝用的部分是要甲主相甲进入永生。咱的人生真短，咱只有互上帝用的部分，要甲主相甲进入永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的家庭拍拼，做足多的代志；为着咱的事业拍拼，嘛做足多的代志；为着咱的身躯锻炼，嘛做足多的代志。上帝嘛大大祝福互咱，足多世间的快乐、世间的成就。上帝大大祝福互你，互你伫各方面拢真充足。上帝祝福互你。毋过圣经内底有讲。所有的事若是一云啊，风吹就散了。因为时间会过去啊，时间会过去，遐个代志若亲像云，风吹就散了。遐个代志会过去，只有你互上帝用的部分，你会进入上帝的永生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互上帝用的部分，你互上帝用的部分是你人生的精华。你互上帝用的部分是你人生的精华，你要进入永生啊！甲主上甲进入永生，你着爱把握机会啊！你是台湾人，请你关心台湾的宣教。你有一个客家的心，你有听客家灵魂的心，请你有份客家灵魂的救恩甲拯救。时间真宝贵，师长已经过身真侪年啊！我感觉我拢非常拍拼咧服侍，因为我感觉时间足宝贵。我感觉我非常拍拼，我感觉时间足宝贵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时间嘛是足宝贵的呢，你的时间嘛是足宝贵的。我直接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民谣《天空落水》。天空那落水。爸爸，这首歌是我的查某囝写的，因为伊的爸爸过身10几年啊，爸爸过身，伊感觉伊阁有上帝这个爸爸，所以写这首歌哈，作词作曲拢是写我的查某囝，迄个去读新人迄个吼，伊写2个爸爸，伊感觉上帝这个爸爸阁咧照顾伊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中间嘛，足侪人无爸爸，你爸爸一个是真侪人无爸爸，毋过你毋通袂记，你阁有上帝这个爸爸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因为咱有同款的爸爸，所以咱才叫做兄弟姊妹啦。所以我甲大家分享这首2个爸爸，伊有台语、甲华语、甲客语，我唱客语就好哈。
爱又像爱呀般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同爱有了，一个看顾条件的路。阿爸的爱，阿爸的爱，用爱并爱中台。阿爸的爱，阿爸的愛主，也勇敢向前。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，最后一首啦吼，搁就一条。这首歌是美浓的古调，美浓的古调哈，美浓的古调，伊是客语圣诗哦哈，伊是圣诗，所以我甲大家分享这首。身体健壮，体力强，客语圣诗660首，它是古调。身体健壮，做累，体力足。面不一起是那门，一旦翻了遍了残的事物，爱的心是我有什么盼？是从来眼泪心目，天上的人生哪有这层？才基督拉子主耶稣，救人的救是我有本那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我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引带阮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为着宣告，无论是何乐，也是客家，也是原住民，阮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三甲来三网来拍拼。主你也要加添恩赐甲开来恩典伫阮的顶面，无论是阮本身、阮的教会、阮的家庭，上帝你恩赏甲恩力，上加力，上你的丰盛赏赐互阮，我们得着主你满满的恩惠甲祝福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歌咏的诗，圣诗331首，我做基督平顶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做基督平顶，着大真情，期待着相守间，本今无爱应，世界甲歹相近，毋通
真侪即点啊奉献啊，我用即首歌书圣之诗来书献。遮济。兄弟平安，代表小会伫遮甲咱报告咱教会要聘牧的情形。咱进前林牧师离开，到即马7月拄啊满2年。咱一直伫祈祷中，希望有新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。咱的小会真慎重即个代志。小会就是由咱即马同会现任6个长老所组成，受兄弟的交代，咱就去聘牧的一个介绍安尼。阮拢有一个共识，6个长老拢爱同意，咱才有进行聘牧即个监选即个流程。普通聘牧的流程是，咱有人会甲咱介绍，介绍了后，咱会请伊来讲道，讲道了后，小会会评估，就是6个长老拢爱同意了，咱会请伊第一届来面谈。私下邀请即个牧师来甲小会面谈，了后开始，咱会去探听1个月的时间，探听看即个牧师的风评安怎，以前的牧会经营安怎。了，小会阁全数同意，就会请伊来第2次的面谈。第2次的面谈，就会考虑到聘牧的条件，了后会请牧师签一张叫做监选同意书，了后就开始进行咱长老会的流程，送中会安怎。所以才有咱后礼拜中会议长派牧师甲长老来监选。
啊，伫即个过程内面，我要甲咱报告就是讲，即个小会即马推荐即个陈国成牧师，伊是蔡三乡牧师娘。有一摆伫暗时敲电话互我，伊甲我讲志良，啊，恁独行即马牧师是聘了安怎？啊，我讲啊，对了咧进行，啊，伊就甲我介绍即个陈国成牧师。啊，因为伊还伫牧会中，所以咱有坐无方便。哦，伊还伫牧会，哦，伊毋是已经结束咧牧会，啊，所以这有一寡困难。了后，咱有请伊来讲道。啊，兼且咱兄弟对伊无啥熟悉，因为有兄弟咧甲我问讲，啊，咱怎要鉴选这陈牧师是啥物人？啊，所以小会安排我来遮甲咱介绍一下安尼吼。啊。有即个介绍人了后，咱就甲伊接触安尼。啊，即摆我要特别报告就是吼，咱真难得，因为牧师娘伊嘛有牧师节，啊，这伫小会有相当久的讨论吼。啊，咱是尊重伊，既然到牧师节，咱就希望嘛聘伊做咱的牧师。所以伫咱的规矩内面，咱拣选敢若拣选主任牧师。副牧由小会甲主任牧师去遴选就会使，毋免经过会员大会。所以咱后礼拜拣选，咱就是干那拣选陈国成牧师是咱的第10任的主任牧师。但是宪聘的时阵，咱会宪聘2个牧师，一个副牧。上任的时阵，会2个牧师做伙上任。啊，有兄弟甲我问讲，啊，咱教会即摆礼拜人遮少，啊，这社礼敢负担会起？啊，这直接甲咱报告，咱小会嘛足斟酌咧计算一个，啊，咱就是有甲陈牧师讲好势，伊即个社礼咱就是用中会上价迄个，咱的人事就是咱的总务干事啦，也是关怀干事，这人事费用拢暂时冻结。安尼来支付2个牧师的社礼，应该是差几千箍啊尔。哦，这是遮甲咱报告。希望咱会当真顺利来聘牧。后礼拜会当来踊跃出席，因为阮有算过即个职在人才的会员数，咱若以今年好会180个，咱2/3爱120几个来参加好会，即咱即摆礼拜拢超100个，免哪会过？所以说，伊直接爱拜托咱兄弟吼，咱爱甲厝边的人尽量吼来参加嘛后礼拜的好会，尤其是爱上班的，请你爱请假一下，调一下，互即个聘牧的工作会当真顺遂，互咱这2年来吼，无。即个中级已经嘛做甲真，像我这逐礼拜拢爱写周报的吼，已经用要破功啊吼，所以直接吼希望大家拜托一下吼，咱后礼拜爱踊跃来出席即个鉴选好会，互牧师的鉴选，咱的聘牧会当真顺遂。以上报告，咱来搁看迄个另外即个林义冠牧师的资料吼，咱来放迄个，互咱搁较熟悉一个陈牧师吼，迄个伊会伫来遮讲道的影片30秒。而且佫想要了解每一件代志，这是德玛伊的性格。约翰福音借德玛的门路来讲出着讲耶稣最后讲啥？讲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命。德玛的个性可能反应较慢，总是德玛是一个真老实的人，因为伊毋知伊就要问。伊袂毋知叫做知影，所以耶稣就讲：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命。这3项拄啊好讲出着犹太人因伫宗教顶面3种的观念。诗篇就拢遮个元素拢伫内底。诗篇27篇11节讲：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来指示我，敢是？
耶和华，你用你的道路来指示我。25篇50讲，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去教示我。所以伫真理的内面，搁来教示我。16篇11节，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永远会快乐。所以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这其实是犹太人因伫宗教的内面，因伫信仰内面，嘛是因基本的观念甲元素。讲话，咱当用塞奶撒娇，咱嘛当甲上帝感谢。所以耶稣伫传道理的时，常常去祈祷，用祈祷的心来亲近爸。耶稣有时嘛甲学生做伙祈祷，路加福音第9章18节讲，耶稣家己在祈祷的时，学生嘛伫遐，这就是祈祷会。有上帝话伫咱的心内，咱就有健康，咱就有勇敢，咱就有信心。伫人的一生的中间，难免有孤单的时。孤单的时，上帝话就安那甲咱讲：上帝话讲，我决断无放杀你，决断无离开你。当咱难免会看路，会忧愁，会忧虑。当咱看路的时，上帝话就是甲咱安那讲，就讲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，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，一日的艰苦，第一日就安那到也足够了。一天会打，一天来打就到遐。当咱感觉生活复杂，感觉重担的时，耶稣话安那甲人讲，伊就讲：你既然着我担重担的人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你来安息。所以咱就知影，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的心通得到安息甲快活。当咱惊吓的时阵，安怎？上帝话甲咱讲，你着勇敢作斗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打落去，耶和华上帝要甲你治定。好，咱下面的时间来报告吼。来报告内先咱来看第3页。咱先甲今仔日的金句吼，咱做伙读一遍就好吼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无论希利尼人，也是凡人，聪明的，也是愚公的，我拢欠因的债。罗马书1章14节。座位表甲事项表吼，咱家己详细看就好吼。好，今仔日是客家宣教中心的奉献主日啦吼，赖德清牧师吼，伊的讲道互咱对客家有搁较侪的进步吼，咱甲说多谢吼。伊要送一条。我讲者吼，这是客家中会上顶吼，我哋圣餐甲圣诞节拢会做布置。我代表中会送互咱的教会，表示客家中会的祝福甲感谢。咱的圣诞节布置可以把它放上去，圣餐买菜需要。谢谢。真水啦吼！好，咱先看社会广告吼。主要就是拄志龙长老讲的吼，咱后礼拜要调开临时会会，要来监选第10任的牧师吼，陈国成。中会有派牧师甲长老来做监选吼。咱爱2/3吼，所以大家真正是吼爱拼命招啦吼。就是讲，恁若有较熟悉的咱的会友吼，甲你有较好的感情口，你感觉最近拢较无咧来，麻烦敲一个电话吼，
甲招一个安尼吼。好，本来消息第一条他拄仔讲过吼，第二条他拄仔嘛讲过吼，来第三条，嘿，那除了兄这招以外啦吼，咱嘛麻烦关怀组长吼，咱逐组的关怀组长，咱会当敲电话，也是用赖吼，嘿，咱即摆我知影有诶拢有群主吼，咱用赖吼伫顶悬吼，咱来邀请吼，也是敲电话来邀请吼。好，第四点咱的女厕吼。已经会当使用吼。第五点，咱爱餐吼，爱餐了是大家感觉讲安尼食真袂歹啦吼，但是吼煮的人还是较少啦吼。希望大家会当来服侍吼。第六点，咱祈祷会继续邀请小组来出席来参加祈祷吼。第七点。下一季的迄轮值表格嘛，做自的表吼，爱紧交互干事来编排吼。第八点，咱迄个读经计划吼，继续吼，过来读到鱼尾来吼，咱家己慢继续来读吼。第九点，咱逐年拢有互迄个独行国小一个独行教会的奖金啦吼，一个囡仔是500块吼。第10点。行政干事2月拜二吼，6月18要补休假吼，迄工恁若有要来吼，可能爱注意吼。好，关爱协会的部分我就无报告吼，只有安尼咧上课吧吼。好，团结的部分，今仔日有聚会的吼，是社青甲妇女吼，等下礼拜三因有聚会吼。书爱读经这我就无搁念吼，咱家己看。兄弟团契是拢是伫拜六吼，青少年甲少年是伫后礼拜啦吼，伫后礼拜才有聚会吼。好，搁来主日学的部分吼，因暑假有要做即个生活呀吼，但是目前报名的人敢若无介济吼，真正邀请咱做爸爸妈妈的，也是阿公阿嬷的。吼，若会使吼，咱紧来报名参加即个活动吼。到基地关怀台岛的部分，咱等下再来台岛吼。第二点是感谢培养兄有送册互图书馆吼，原住宿吼。好第6页这是顶礼拜的奉献直接报告做了收。若准有出入的请你找我本人来做更正。第7页是顶个月的5月份的月报表吼，咱会当注意来看吼。好毋知有新来的兄弟无？应该是无吼。好，若无咱做伙来祈祷吼。主啊，感谢你今仔日借着罗牧师的讲道，互阮更加了解客家因的文化。甲因即马宣教的状况，主啊，阮感谢你伫阮台湾有侪的族群，阮逐项的族群拢有无共款的文化，嘛有无共款宣教会踢家伫迄个顶悬。阮知客家是较歹宣教的一个族群，主啊，恳求你互阮逐个会像保罗安尼讲，阮拢欠因。宣传福音的祭物，阮有即种的心志，不管阮出力，还是阮出钱，还是阮大岛，拢会当伫即个客家的宣教的顶悬有份来参与。主啊，我嘛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，搁一搭献上阮的祈祷。顺爱这因为车祸开刀，要伫病院伫观察。主啊，恳求你圣神扶持安慰，圣歌队的指挥赵祖慧老师这2天嘛因为肺部发炎造成爱疗养所以今仔日无来到阮的中间。主啊，恳求你共款施恩保护。主啊，阮搁较将阮后礼拜。阮的监选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，这若是你所喜爱、你所排比的牧师要到阮的中间，
求主感动阮的兄弟会当参与伫即个监选的过程，互阮逐个人对教会会当尽一份心，互阮的教会会哪健全，逐个哪和谐，伫阮中间逐个做伙拍拼。主啊，阮将这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奉最后所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咱起立，咱来行平安礼。咱来唱尾面的诗，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今时煞请罗牧师来祝祷。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同享，真理的感动，同意人共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闭会。